咱的教会有一个异象，有一个远景。顶礼拜牧师有分享咱教会建造5大整全的目标。你讲目标伫遐要哪到？其中咱有讲起到一个亲像家内的人幸福的生活。咱通过咱的小组来甲咱分享。今仔日个小组的见证甲分享信息嘛，会当亲像讲，亲像一个叫做小组博览会安尼。你若感觉讲这个小组吼，听到因讲吼偌好诶吼，你若要未参加小组，范经理吼，嘛咱甲报名甲参加吼。但咱其他的小组拢足好诶。你若看到讲咱福强教会竟然遐侪报，我拢毋知影。有时我会感觉到讲，咱的教会因为有咧扩大，有咧成长，咱有分台语的礼拜。有华语的礼拜，感觉上好像两个礼拜，改成大家彼此无关系，安尼就无法度人见证到伫主内一体的种的精神甲经验。搁较一项是讲，咱毋通伫咱的教会中间，咱讲一间教会两个世界，捌听过吼？咱台湾吼，有人讲一个台湾两个世界，意思讲你甲你的生活甲我的生活拢无关系。你活伫你的同温层，我活伫我的同温层，咱搁较加强交流。拄则讲到小组的恩典甲祝福，实在是真济牧师就无搁重复。因为今仔日有2个分享，时间无够，牧师要将讲道做一个简单的圣经的回应。咱以后会当陆续搁一遍邀请无共款的小组来见证来分享，互你知影讲。参加小组毋是一个安尼重担吼，参加小组毋是一个义务啦，参加小组是你对得到恩典。可能甲牧师熟悉久的人知影讲，牧师吼毋是一个安怎讲呢，足严格的人吼，要求东要求西的人。但是我要甲咱讲，用逼你参加小组无意思，因为这几摆都无去啊。是要甲你讲，有遐侪恩典，甲你邀请，你无来是真正有够可惜的。咱福光教会遮侪宝，你较担着外口迄个饼啊，好像一个足好食的饼，你敢若担着迄个饼皮那定，实在是真无彩。好，咱今日主题叫做建造健康的小组教会。我要直接来讲起这段经文，互咱的学习啦吼。这个时间不够，咱会当伫后厝再搁来补充。拄则咱有读2段圣经节，一段是伫这个传道书，一段是伫以弗所。伫传道书内底的经节，会当互咱几项的学习啦。就是讲，对伫经文甲小组的关系，咱能知影讲，小组会产生快乐。圣经讲，2个人。总比一个人较好，这个拢是咱生活上吼，囡仔人嘛知影的代志。传道书4章9节到12节讲，2个人总比一个人较好，因为2个人合作的效果更较好。所以3合齐、3牵手、3帮赞、3辅助，迄是咱生活中常常会拄着。伊佫讲几项例啦吼，咱生活中有诶，第一。伊讲一个人跋倒，一个人会当甲扶起来。最近咱台湾吼，毋知啥物原因，流行3种运动，一种运动叫做跑马拉松，第2种运动叫做露营，第三种运动较危险，大家总要去爬山。因为咱即马政府甲山拿开放，所以吼。毋捌爬过，伊嘛爬起哩。顶日咱报讲一个囡仔家己摕泡面，就要走去爬山，爬这2-3千公尺的山。咱知影要爬山上好有伴，因为你毋知影这条路有啥物款的风险。所以有人跋倒，就有人甲伊救起来，甚上至少会当甲你斗找救兵嘛吼。然后佫讲，若孤独一个人跋倒，无人甲扶起来，伊就有灾厄啊。这是咱生活上真清楚的事吼。佫一项拄好，这2日寒人吼，上拄好，讲寒天若咧困的时阵吼，讲2人共困吼，较烧热啦。一个人较困吼，
翻来翻去吼，啊皮拢袂烧安尼吼。我看见讲有个人厝呢咯，啊临时无迄款迄个烘烧的物件，讲摕吹风机啊咧吹皮啊，吹互伊较烧一下，然后走入去困安尼。古早讲孝子吼，先去困互烧落，才互爸母困啦。即马逐项的几乎足多安尼。我咧看迄款迄个动物的影片吼，迄动物吼伫外口也无皮也无啥货呢，因唯一的办法就是揽做伙。伫迄个中国吼，迄种深山的所在，神农架迄种所在，有一种星星，有种高山啊吼，迄种高山啊，因冬天落雪，当要米倒去伫树仔边，伊就是4、5只、5、6只揽做伙，因为大家彼此烧热，彼此取暖。所以迄个团体就是伫人甲人中间产生起来迄个酵素，产生起来迄个化学变化。过来就是讲，两个人合力会当抵抗一个人的攻击，单独抵抗就无办法。所以最后一句话是咱非常有的一个有力的即个见证，讲三股合做伙的手啊，袂久长啦。三股，咱较早，我会记我囡仔时代，捌看见阮的4大人吼，伫假设用迄麻吼，迄莿麻的丝，安那甲生丝，互伊滴，接互伊好，然后一支一直卷，然后三股合起来，迄种扫会当做船扫呢。去船咧停伫迄个码头吼，用迄种扫。较早无迄款化学也是种塑胶的材料，用迄咧做扫作用的安尼。兄弟姊妹，即个甲咱讲啥物？即个甲咱讲小组产生起来开力，小组就是即款的开力。咱拄也听见即款的见证，你就知影讲，竟然一个小组会当做一间教会的代志。所以一间教会要臃肿吼，人多无算啦，是内底的组织，内底的行动力。内底的侍奉力，内底信用力，兄弟姊妹，第二种是咱对以弗所书所看见的，是咱是上帝一家的人。拄则原主姊妹有讲，伊毋若是甲即个小组是像一家人呢，伊嘛家己的爸母吼，伊的爸母是足热心的同工伫别间教会，但是呢，常常甲因的小组来互动，迄个一家人的。感觉迄个感情是安尼扩大出去的，所以咱的小组的事工是要营造一个圣家庭的温暖。所以圣经讲，咱是上帝一家的人。以弗所书2章19到22节安尼讲，阮原本的外邦人，无过再是外人，也是青疏人。若是用咱的即个主题来讲，兄弟姊妹，你加入伫富强教会。你是毋是你感觉你还阁是外人呢？好亲像你甲即间教会无啥关系，等一个若定，也是像青疏人。一间教会当伊的人数开始咧增长的时阵，你毋通贪心讲所有教会人我拢要熟悉，因为伊本来就是迄个量大，大家彼此的关系都无法度遐亲密，这是。一个自然现象嘛，吼，也是一个咱人情世事的现象。但是伊要爱的是讲，你爱入去啦，你爱入去迄个小组的内面，享受到比一般的教会更较亲密的快乐，更较亲密的领受，更较受造就甲祝福迄款的经历。所以圣经甲咱讲，咱。毋是外人，嘛毋是青疏人，过来讲，咱是上帝子民的同胞，是上帝一家的人。既然是一家的人，大家无咧相借问，一家的人，大家无熟悉，安尼就毋对啊。所以，咱期待咱的富强教会，你毋若是一个坚信信仰的基督徒，你是一个有参与、有投入、有领受。有奉献、有贡献的一个小组的同工，咱的教会有真简单的标语，就是咱的基督徒富强教会会友，期待咱
每一个礼拜参加主日礼拜，这是上基本的。第二，参加一个小组，因为这个小组才会当互你受造就、受栽培、受鼓励、受安慰、受关怀，也做伙付出，为主来做工。亲像坚人小组因服侍教会，去外口关心这艰苦送乡的人，这一个小组会当完成。圣经这段话甲咱讲，咱这个家内的人吼，毋是一个零零散散的组织，嘛毋是一般咱伫社会上迄个血缘的关系。伊讲咱是建立伫什么？使徒甲先知的基础。伫使徒甲先知表示讲，这是有一个历史传承的，毋是突然间黑白想的，是有较早才真坚固上帝差遣的使徒因建立的。伊讲。这个建立嘛，毋是随便听啥人讲就做，是讲耶稣基督是这个家的基础啦。耶稣基督是做咱这个圣家庭上帝一家内面，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，甲咱组织起来。你看，这款的一家人的恩典是何等的大？伊讲，咱瓦靠伊。规座的建筑会当互相连结，渐渐扩大，成做圣殿，奉献予主。咱一家人毋是只干要享受迄款的快乐那条，咱一家人是建立伫耶稣基督的基础，然后互相相结连，然后扩大做圣殿。意思是咱伫上帝家内，这群人就是圣殿，这群人就是用耶稣基督做基础，还是讲做触角石。真侪上帝的殿，所以咱拄也看见坚人小组，因去到一个家庭的所在，无论是庆生也好，做礼拜也好，也是开道前的聚会也好，因就是甲圣殿刷去到遐，行动得非常的紧，行动得非常的有效率，行动得非常的有效果。以所书这段的经文。而且最后甲咱讲，咱瓦靠伊也同款被建造，成做上帝照着圣神徛起的所在。你伫小组内面，你起做亲像圣殿奉献的主，咱本人会得到什么？讲咱本人瓦靠伊，刚受建造。你受起做，你有成长，你有勇壮，你有快乐，因为。成做圣神徛起的所在，兄弟姊妹，这毋是咱基督徒一生的梦想吗？一生的追求吗？你是要互圣神带伫你内底，成做你的帮衬，成做你的智慧，成做你的扶持，成做你的祝福。其他的资料伫大纲内底，牧师无用通分享，因为时间无够。我最后是要甲咱讲起，咱的福音教会。这是真奇妙，因为长老教会，像我做新学生的时代，就咧宣传小组，但是较那宣传，大家都感觉袂关系。第一，感觉讲这是外来的，这较早都无，即马哪会要安尼？第二是，大家人要参加小组，有一个困难点，就是讲较早参加传统的。礼拜聚会，一个传统的教会聚会，大概3种聚会啦。第一种聚会叫做做礼拜，对无？第二叫做参加团契，第三叫做参加祈祷会。这3项你拢毋免讲话，对毋对？你敢着讲话毋免，你着来就好啊，来就甲你学了讲你只参加聚会真好，就甲你学了啊。嘛免祈祷，那请你祈祷讲牧师啊，你也无甲我讲，就叫我祈祷，要我惊死个。嘛捌入中入牧师请伊祈祷，讲牧师啊，你无讲，害我闹气咧，阮请你来是包括祈祷呢，请你来服侍就对啦。这拢会当看见咱长老教会传统的软正的所在、软弱的所在。咱家看做这就自然咧，这就平常咧，这就应该的咧。兄弟姊妹，较早咱若寒人无法度人烘烧，就爱香茶，无用火炭，叫做一个小小的烘炉安尼。
即马你敢会阁用迄？你一定是用迄上先进的，包括迄怀炉有无？包括什物暖包，所以你要走去互合婚纱嘛无问题。即摆这个时阵，较早若要食物件，你着爱去家己款的，也无微波炉啦，也无啥货，你为着要食烧的物件，着较大迄大鼎吼，阁掺点仔火，互伊火走，互伊烧，通好，互较慢转来人有烧落人食。你即马敢会安尼嘛袂啊？你微波炉甲开落去，还是讲用电锅甲插落去？即马吼，你若像即两日遐尼寒，便当出去外口买物件，你 Uber Eats 还是Panda Food，甲叫你伊就来啊！奇怪，咱伫生活上，你适应足紧啊，吼！即马7-11一大堆，你逐项拢有啊，你毋免阁去干仔店啊？生活上真侪变化，你拢足好人接受啦。但是咱教会吼，阁停留伫100堂前，安尼敢对？现在7月时间无够，无说望后一次阁来分享小组的意义，甲伊的功能，甲伊对咱教会宣教的帮助。现在7月，我阁讲一遍，毋是勉强你，是要甲你讲，咱富强教会有遐尼好的宝贝，有遐尼好的产业，欢迎你来参与。咱的教会的小组对青少年、对社青到一般成年人，嘛包括咱满足长老做区长的即个中老年人呢。咱上年嘛有尝试咧分小组呢，所以无咧甲年龄无关系，是甲你的心态有关系。现在7月即款恩典，你想要得到吧？你要真做一个互上帝所欢喜服侍者无？透过小组会当做真水的服侍。